呢個時候俾掌聲，亞太區最受歡迎中女歌手葉韻猶存葉韻儀，交台俾你。如果你在四張後，突然回頭又講喜歡我亂跑。好想在10年後翻家，跟舊同學笑，我已新花當重集600週。今朝這不細食物全講究，但20年後我快變成老年友，用埋那下路的皮褸結成密友。但其實一早諗你啦，但不動人時光，今日才回看，隨時可跟你對到嚴寒，執屋起那間房，這10年時光，我經已有切安，同變一層。呢首中女嘅心聲，亦都好多謝大家嚟到思氣演唱會睇我哋嘅 show。